请你以后不要自以为是的闯进别人的生活。说，这周末你回一趟家，爷爷要帮你举办生日宴会。爷爷知道我每年都会跟我妈一起过生日，你少拿爷爷当幌子逼我回家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你为什么总是能这么理直气壮地欺骗自己的亲人呢？我绝对不会出席池家的生日宴。嘿，来了。啊，我放了一把备用钥匙在这儿，以后啊，你可以直接来开门。我下次用。一会儿帮你做顿晚饭好吗？我买了一些食材。你没事吧？我只是想给你做一顿生日晚宴。你下周出差，一定没时间庆祝。你应该要懂得，人和人之间要有界限感。我觉得朋友之间这样庆祝很正常。为什么不提前问一下，别人想不想过这个生日？对不起啊，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，我不知道你。请你以后不要自以为是的闯进别人的生活。我的宝贝又长大1岁了。许个愿，赶快吹蜡烛吧。我觉得朋友之间这样庆祝很正常。我只是想给你做一顿生日晚宴。你下周出差，一定没时间庆祝。
任之，任之，对不起，任之，刚才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没关系，每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嘛。嗯。你在外面吗？啊，我在你楼下。哎，那位同学，哎，同学去哪里？关门了，你还去哪里啊？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，我想去医院。是不是真的？是啊，你看他就是要送我去医院呢。哦，那好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哦，谢谢阿姨啊。有什么记得严思老师。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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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啊。快去，快去。谢谢啊。哎呀，小心点，疼死了！哎呀，哎呀，走。师兄怎么想起这么晚带我来这里啊？任之，我向你道歉。我接受。你倒是很直接啊。因为师兄这么说，肯定是有原因的呀。以前，只有一个人给我过生日，那就是我妈妈。她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为我买生日蛋糕。那阿姨……对，在买蛋糕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我不该对你发脾气，对不起。自己的生日变成了最亲的人的忌日，应该是你最大的遗憾吧。师兄，我们中国古代有许多著名的构筑物，像佛光寺、应县木塔、狮子林等等，数不胜数。从中足以看出中国古人智慧的过人之处。今天我们就来重点分析其中几个案例。我们来看看永乐宫。永乐宫修建于元朝，是典型的元代。你的建模作业怎么设计的呀？它先后用了我一点灵感没有。多看看参考书不就有灵感吗？永乐宫由南向北依次排列还有事儿吗？宫门、无极门和纯阳殿。在建筑总体布局上，东西两面不设附属建筑。在建筑结构上，你先忙吧。使用了宋代的营造法式和辽金时代的简筑法。除了我们建筑本体之外，我们还要来看看古
你这本上都是建筑系的专业术语，以你现在能力，看懂它怎么着也得好几年吧。走开。绘制精美的壁画，小白，总数量达到960。你自己学得学到什么时候啊？等你都学明白了，到时候哪有时间去搞建筑设计了？所以说呀，这第一名还是我的。绘画特点形成了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以为咱俩关系好，跟你是发小，我就会对你手下留情。这第一名是谁的还不知道呢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我们下课。谢谢老师。好，再见。这第一名肯定是我的，走着瞧。